Hello，我係唱歌老師 Miss Helen。今次嘅影片我會介紹點樣去揀一位合適嘅伴奏老師，尤其係一啲冇學過樂器或者冇音樂背景嘅家長，你哋未必好了解音樂上嘅細節啦，都唔知點樣去幫小朋友或者學生去揾一位合適嘅伴奏老師，但係又要俾一筆費用出嚟喎，咁我都希望大家避免中伏啊！咁呢一條影片呢，就啱晒你啦，你可以用呢幾分鐘嘅時間去了解呢一個職業，點樣可以揾到一位合適嘅老師。當電腦 social media 未發達嘅時候呢，作為學生時期嘅我，比賽之前啊，或者去考試啊，我係需要一位伴奏啦，大約夾4至6次左右啦，我先有信心啦，同埋有一個正常嘅發揮嘅。咁隨住時代嘅進步啦，大家已經可以喺唔同嘅平台揾到唔同嘅伴奏啦，一路聽一路練習。但係咪真係到要一位伴奏老師嘅時候，係咪就夾一次就 OK 呢？都幾因人而異㗎。對我嚟講，網上嗰啲版本呢，只係一個輔助工具啦，而唔係一個主流喎。我哋係唔可以長期依賴嘅。咁有機會啦，會變到好似 Siri 啊或者機械人式咁樣唱歌啦，或者演奏你嘅曲目。到正式嘅校際比賽啦。大會都冇要求係播呢個背景音樂嘅喎，係需要現場伴奏嘅。咁所以伴奏老師咧係一個不可取代嘅技術嚟嘅。某啲小型比賽咧就例外嘅，因為佢哋希望可以吸引更多嘅人去報名參賽嘛。咁所以都會接納一個背景音樂去播放。講咗咁耐，伴奏老師其實同普通嘅鋼琴老師係咪有唔同嘅呢？首先，你可以了解下你嘅伴奏老師咧，係咪有大學學位㗎？係咪音樂系畢業㗎？其實就算係大學學位咧，都有分嘅。佢係 performance major 定係 music 咧？Collaborative piano 咧，佢係好似一個伴奏咁樣咧，去同唔同嘅樂器啊或者唱歌嘅學生咧一齊去演奏啊表演啊。咁呢一個 degree 咧係更加加分嘅。咁我自己係點樣去揀一位好嘅伴奏老師呢？我覺得伴奏老師係一定會好注重細節啦，有一個好嘅技巧啦，有一定嘅年資啦，同埋佢一定會提早準備去練習㗎。特別啦，佢係會注意一下學生演奏時嘅聲量啦，而去調節鋼琴嘅聲量。即係譬如我學生好細聲嘅時候，個鋼琴應該係跟住係細聲嘅，而唔係我自己彈佢自己唱。另外就係學生嘅速度，如果有變化咧，鋼琴亦都係要跟住個速度而改變嘅。譬如我嘅學生無啦啦唱歌唱快咗啊，咁我嘅鋼琴唔應該跟譜噶啦，我要跟住個學生去彈奏。呢啲係我哋演奏上嘅嘢要注意嘅。記得要及早預約你嘅老師。我哋一定要尊重我哋嘅伴奏老師啦，因為佢哋有機會係為學生嘅比賽咧而去跨區工作㗎，又要事先自行請假更改佢哋原定嘅計劃啦。例如佢哋本身有幾個學生嘅課堂啊，甚至係一啲合唱團嘅伴奏啦，佢係為咗你而取消去參賽㗎。比賽當日咧，亦都要陪伴參賽者啦去等候幾個鐘啦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提早預約你嘅伴奏老師去安排時間，免得到時手忙腳亂。學歷上嘅考慮之外咧，你要考慮嗰位老師咧係有教學經驗定係演出經驗定係伴奏嘅經驗咧。我哋去揾一位伴奏嘅老師，其實應該要揾咩咧？應該要考慮佢嘅伴奏年資，而唔係佢演出咗幾多啊。佢個人嘅表演又等唔等於係一個伴奏嘅經驗咧？教學我教咗10年，教咗20年，咁但係如果我唔係經常性幫人伴奏，咁佢嘅技術你可以諗一諗啦，去對比下邊個會好啲啊，或者邊個係我更加信任嘅。嚟到好重要嘅故事案例啦，咁我自己都去過唔同嘅比賽啦，去睇我自己嘅學生現場嘅表演，咁我亦都有機會睇到唔同嘅參賽者嘅表現㗎喎。其中有啲伴奏老師啦，係好緊張啦，佢哋係會彈甩晒啦，錯音都會有嘅。期間啦，亦都有見過仲揾緊音啊，一路彈一路揾緊音，咁
咁但係已經係正式比賽啦，咁可能佢哋嘅準備又唔係好足夠啦。另外就有見過一啲老師，就算佢哋彈啱晒，但係佢哋根本冇控制過個音量啊，或者係變咗小朋友去追住個老師去演奏，咁變咗老師先係個主角，小朋友好似變咗配角咁，呢個都係唔係咁好嘅。嚟到影片嘅最後啦，我亦都有少少嘅説話想同大家講嘅。我知道大家喺選擇老師之餘咧，亦都會考慮價錢嘅。咁最緊要啦，你揀一位好嘅老師咧，唔係好似淘寶啊、拼多多咁，唔係邊度平就去邊度，都唔係話越貴咧就越好嘅。最緊要就係自己主動問多兩句啦，同老師溝通下，了解下佢嘅背景啦。另外就係問下學生本人啊，究竟要練習幾多次先足夠呢？一次、兩次定係四五次呢？自己溝通下。另外就係希望大家可以揾到一位好嘅伴奏老師，唔會再嘥冤枉錢啦。多謝你哋嘅收睇，拜拜。